来，过来这件是国民党的立委徐卡新洪出议，穿这个高级衫挂高级表，结果在野党来反击，讲准总统赖清德毛挂落礼手表啊！这个赖清德伫咧昨的中常会来证实，讲伊有2粒落礼手表啊，一粒是当选着国大代表表姐送伊的，尾也拍无去；另外一粒是伊要到日本开会，必须要有手表啊来看时间，伊家己买的。当年的计销大约是10万块，2粒手表啊，拢无达到法定财产申报20万的标准。国民党的立委是质疑讲，落礼的手表啊，无可能像赖清德所讲的遐尔俗。若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是出面来疏言，爱大家莫阁讨论这个问题咯。伊讲台湾的民主是不是会当向上来提升咧？赖清德有几摆去日本访问，其中一摆去开会买一粒落礼，毋过毋若一粒尔，伫拿赢的猛攻之下，针对这点赖清德昨日民进党中执会有讲，伊有3粒手表啊，一粒是国中的时阵因老母送伊几百块的手表啊，第2粒是咧选调国大了因表姐送伊的落礼，毋过即马找无啊，第3粒是家己买落礼，价值无超过10万块，批评国民党是乌龙邪道。到底是什么款式的，或者是？很久以前的，到底是哪一年的？可能进一步说明不一样的款式，可是现在被张冠李戴，好像劳力士表就是一种而已。民进党赶紧要拍火，因为这个战场为徐卡新挂落嚟手表啊，等等甲青菜问题，这个火煞烧到党主席是讲民众党继续咧家己面册更加写文章，滚酸笑咧讲，去日本开会一定要有一粒手表啊，所以讲买一粒10万块的落嚟。给人家感觉这个民主稍微向上提升一点，赖清德也好，民众支持徐巧芯也好，民众支持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，是希望他能够多为国家做事情。朱立伦哪替赖清德讲话，另外一方面嘛暗助徐卡芯，避免和政治人物的清查，佫变成最近的政治大事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